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即摆搁继续来介绍甲手的动作相关的第二字。咱第一字要介绍的叫做协，把东西前后左右用力推摇，使其变松。咱比如讲协喙齿，就是摇动牙齿的意思。咱第二叫做护，就是擦或者是试的意思。咱比如讲摕糊互伊清气，就是拿橡皮擦擦干净。然后另外一个意思，经过加工制造而成的绒状或碎末状的食品。咱比如讲鱼腐，就是鱼松；肉腐就是肉松啊。好，再下一个字叫做糊，就是缠的意思，用手支持使人物不倒。咱比如讲，紧甲伊扶起来，赶快将它扶起来，另外一个是是虎请，呼请，就是前呼后拥、殷勤搀扶的样子。另外的例句就是呼叉的意思就是搀扶的意思另外这个字还有一个音叫做婆，就奉承巴结。咱比如讲，伊爱用婆，他喜欢被人家奉承请恁会当参考这第14集。我过来这里叫做呀，就绝的意思。咱比如讲亚罕吉，就是挖番薯。就像另外的意思是像划船般的动作。咱比如讲咧压水，就是鸭子在划水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是揭发揭露的意思。咱比如讲压来压去，就是互相在互揭疮疤的意思。好，感谢各位。